大官人这的囝，恁着将阳光气力归予耶和华，着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阳光归予伊，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做伙来吟圣诗233首，至大主上帝，你名是至圣。请会众起立。大家有缘徛地，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民教，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领就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接续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并死过。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59篇，就是罗马书第10章。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先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毋过因都无信伊，哪会求救伊？
都无人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趾哪尼啊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毋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感谢你伫万人中竞选了阮。阮今仔日就是伫遮做伙敬拜，学到你。阮搁一摆伫你面前宣认，阮是你手所做的，阮是你的子民，你的囝儿，你的奴仆，你是阮的元首，阮的爸，甲阮的主。阮所有的拢是你想事。阮只不过是管理者。每一摆敬拜的时，阮回想过去你的带领甲引带。阮拄着侪的困难，若毋是主你的保守，阮实在无法度通过。阮的一生充满主的恩典。阮要用感恩的心过每一天的生活。伫敬拜的时，我嘛要将阮所拄着的困难向你陈明。阮中间有人有身体病痛，有诶逐工艰苦甲挡袂牢，有诶有性命有危险，有人工作拄着困难，有人家庭失和，有人囡仔毋听话。阮其实有足侪问题，因为阮人是无完美的。阮愿意将家己的问题放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施恩帮助阮，亲像你以前捌帮助阮共款。世间人看阮这个基督的军队者，毋是要看阮过着什物款的幸福的生活，乃是要看着阮怎样过一个全然倚靠你的生活。因为明年初的大选。即马台湾社会充满侪有关选举的问题，因为国际政治甲经济问题，阮台湾忽然间真侪国际注目的所在，无人会当料想到台湾今仔日所面对的境遇甲困难，这是只有主你才有法度来处理的情形。阮只有透过祈祷，恳求你怜悯台湾，引带台湾。行出乌云，阮安尼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祈求。阿门。赞美圣歌对今仔日要献的诗歌是：伊看顾细只鸟仔。
圣经以赛亚书49章1节到6节，我来读。遮个海士啊，着听我的话；遮个百姓啊，着留心对远远来听。对我伫胎里，耶和华就敬吊我；对我伫老母的腹肚，伊就叫我的名。伊互我的喙亲像内刀，将我放伫伊的手的第一暝，佮互我诚做磨光的钱，将我放伫伊的箭地，对我讲：你是我的奴仆以色列，我要因为你得到荣光。我就讲：我着磨是空空，我尽力是无利益，也无彩工。若是我的判断在伫耶和华，我的报赏在伫我的上帝。耶和华对太利造就我做伊的奴仆，要互雅各归顺伊，互以色列聚集伫伊遐，因为耶和华看我最尊贵，我的上帝也诚做我的快乐。伊有讲：你做我的奴仆，振兴雅各的支派，互以色列中得到保全的倒转来。这也是小可事，我要设立你做列邦的光，做我的拯救者，到伫地极。下面，张牧师今仔日要讲的题目是“诚做万邦之光”。咱搁再一摆三角来感谢。特别阮感谢你，你的心踮伫阮的中间。主，阮知当阮来听你的话语的时阵，透过你的心，要来透放你话语的快乐，互阮带着一个心来领受你对阮的祝福。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段经文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对着我有真特殊的意义会记得伫18年前，当我想要回应上帝对我的呼召，是要来转换跑道来成做一个专职的传教者我都用足侪时间想要对上帝遐来听着声所以我用的方法嘛是很笨的方法，那咧抽签的就圣经摕起来显，看上帝咧显的时阵会对我讲啥物啦好佳在无互我显到迄个司提反和石头钉死迄段经文无我今日嘛袂徛伫遮真感谢上帝，伫我咧敲找的时阵，上帝甲这段的经文赐互我我特别第一节对我真大的一个提醒伊讲对我伫胎里耶和华就惊掉我对我伫老母的腹肚，伊就叫我的名啦。我想讲叫我的名，我的名就自了嘛大家第6节的时阵，伊讲啥？你要诚做列邦的光光甲即个亮，毋是共款嘛？我讲可能都是这上帝你著我读看覓咧迄当阵嘛了读看覓啦若读到一半袂使，咱再回到司提反那个文章那个经文所以这段经文伫我伫个做传教者的这段服侍的路程内底，对我是一个真大的提醒甲快乐，因为这段经文伊咧讲啥？伊咧讲以赛亚上帝的奴仆受警调伊来伫遐接受装备，并且伊去完成上帝的使命的整个的过程。短6节的经文对伫即个以赛亚伊一生的过程，拢已经交代真清楚所以伫遮咱也看到伊咧讲我的奴仆咱也看到迄个49章的一开始伊讲以色列是外邦的光，到底即个啥？伊咧讲以色列要成做伊的奴仆是即个国家要成做伊的奴仆来成做世界光吗？到底是以色列还是
另外有其人啦，吼！啊，这可能会互大家对这个角色会产生这个混乱，吼！啊，所以伫遮我甲大家讲，这个以色列都是上帝的奴仆，都是咧指啥？因所毋望迄个弥赛亚啦，吼，都是主耶稣基督，吼。主耶稣基督，伊是上帝手中迄个磨光的剑，伊要成做立当的即个光啦，吼！啊，所以伫遮先甲大家讲，伊咧看咱若看到咧经文的时阵，伊讲我的奴仆，我的奴仆，我的奴仆以色列，到底咧指啥物人？都是咧指因所毋望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咱若看到耶稣基督来到即个地上，咱我有讲过，有3个东西吼，咱爱特别来看，要成做万邦的光啊！第一个，你要知影清楚，知影上帝的经调；第二，你爱安那接受装备啦，吼；第三，你爱知影上帝要托付咱迄个使命是啥。咱若真做即个看到弥赛亚一生，若搁看到咱的一生来讲，咱若无即3个非常清楚的即个啥。咱的经调、咱的装备、咱的使命，咱诚做基督徒，你毋知影迄个基督徒的身份代表是啥物？有当时你会活袂出迄个基督徒迄个香味，你会失去即个光彩，诚做基督徒安那亲像无啥意义啦。所以第一个，咱若看到上帝的经调，特别上帝经调，咱诚做基督徒，诚做伊的百姓，咱拢知。基督徒有相同的双重国籍啦，伊上时是地上的公民，嘛是天顶的国民，所以咱若无了解基督徒伊的身份、伊的特殊，咱伫地上咱就活袂出迄个基督徒的款式来。伫咱的心上，咱看袂到迄个基督徒发出来迄个光啦。所以我毋是讲大家拢一定爱亲像我安尼去做牧师，才叫做上帝的经调。咱知上帝的经调有经调你做全职的即个传教者，嘛有你嘛经调你伫一般的即个工作的职场内底来伫遐来啥来服侍主。所以上重要是啥？咱伫地上的工作。是毋是会用找到天顶的身份啊？别人白白咧工作，未信者咧工作，甲基督徒咧工作，到底有啥物无共款呢？所以咱爱互咱伫地上的身份，甲天顶的身份，爱有一个结连啦。这就是基督徒身份，你受经调的特殊性。所以咱知，咱大部分的即个兄弟姊妹，互上帝经调是伫咱一般的工作的职场的面顶。所以呢，迄个工作的场所，你爱互伊来发挥你伫基督徒的影响力，你伫天国的一个影响力，互伊成做上帝的啥合场亲像但以理伫巴比伦出总理共款。伊有活出迄个上帝所托付伊迄个权势，伊来影响着人。那亲像英国的迄个国会议员威伯福斯啦，即个人伊本来要做牧师，毋过上帝对伊无即个带领，所以伊就继续留伫英国的国会内底，伫遐来拍拼，最后伊来互即个英国的即个啥？黑人做即个奴隶的即个制度，伊来甲伊废除了。所以咱知，你伫你工作的即场，你所徛的迄个位，有真特别上帝的精选，爱会记你地上甲天顶迄个角色，爱安那爱甲结连起来，安尼才袂失去咱基督徒迄个啥上帝精选你的迄个目的。一开始第一节。伊就讲啥？正道士听我的声，这百姓就留心对来听。这是弥赛亚伊受经调伊真清楚，伊受经调就是安那，
要来即个万民，要来即个正海士遮的百姓来讲上帝救恩的一个使命，传即个上帝国的福音啦。所以一个受警调，你足清楚上帝警调你是要做啥？你的一生袂白白过这一生，你一生是有目的的，你是有目标的，你袂默默受啦。那就我活伫这个世间，安尼足无聊的。我伫礼拜五伫迄个妇女团契有讲，咱毋通互咱的生活过甲足无聊。基督徒，你的一生是有目的的。像阮阿公70岁去甲看啊，你免来看我。我咧等上帝调我转去，阁活无偌久啊！伊讲即句话吼，讲20几年，伊93岁才叫上帝调转去。等待20年的时间，伊一直咧等上帝甲调去，足无聊的，活袂出伊个人生的意义。伊督徒毋通参像安尼吼，信耶稣了，那像咱要等上帝甲咱警调转去。咱的一生有目标的，咱的一生是有目的的。所以，咱爱知影，咱上帝警调我，诚做一个基督徒，伫即个积分内底，到底爱我做啥物代志？再来咱爱知影，上帝警调，咱的即个身份是上帝的奴仆啦。所以第3节、第5节、第6节，伊拢讲你是我的奴仆以色列。伊逐遍要讲伊的使命的时阵，伊拢会加一句讲你是我的奴仆，交代伊的使命。伊咧提示啥？兄弟姊妹，咱要做一个代志的时阵，咱爱清楚知影咱的身份是啥？上帝的奴仆。咱若是做甲一个公司的负责人、董事长，真大的位，伫地上你有真好的地位，你是我的奴仆，你爱来荣耀我，这是上帝所交代的。你有真好的社会地位，上帝甲你讲啥？你是我的奴仆。你爱来荣耀我，甚至你做一个上世真普通、看起来真平素的人的一个小职员，上帝嘛是甲你讲，你是我的奴仆，你做这个位是为着要安怎来荣耀我。所以，上帝的奴仆的一生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目标，就是要互上帝安那得到荣耀。这是真重要的。好，这个上帝的奴仆，大家所期待的这个弥赛亚，伊清楚知影家己的警调。兄弟姊妹，你有清楚你一生来到这个地上，你的警调到底是啥无？再来知影伊的警调了后，咱来接受装备啦，装备。咱来诚做上帝的奴仆，咱爱有2款的装备。今日的经文内底，我甲整理出来。有2款啦，也许别人的分类跟我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安那，喙亲像来刀啦，第2节，伊讲伊互我的喙亲像来刀，咱拢知耶稣基督伊的武器是啥？伊的喙所讲出来迄个上帝的话啦，迄个讲出来上帝会带着困难，有拆毁的困难。嘛有建造的困难，因安那攻破坚固的营垒，将人的心安那来夺回来顺服伫上帝遐。这是上帝话语的困难，这就是喙亲像来刀啦。亲像彼得，当伊有圣神来充满的时阵，伊咧讲道，伊迄篇讲道讲到那喙亲像来刀的一个典范啦。正良听了，迄天偌济人信主，3000人信主啦。一个讲道只有3个人信主，彼得看起来是一个真无学问、毋无读册的一个啥掠鱼的。毋过伊的嘴亲像啥来倒共款，用安那来互人悔改，来相信顺服伫上帝遐啦。所以上帝的话有即款的困难，咱。知影咱作识的希伯来书第4章的12节，伊讲啥？因为上帝的话是啥？是活的，是有功效，比一切2面的剑搁较来，见若魂甲神、骨节甲骨髓，无插入，
来破开神来遮的念头，甲主的意思，也无受到监察的。上帝的话就是有这个功能。上帝的话比两双面的剑搁较来啦。哦，所以这个讲啥？咱若要亲像受到这个喙亲像内刀，亲像这款人，咱把装备要亲像这款人，第一个爱会记哩吼。咱爱先互上帝的话语，甲咱拆开，拆入去咱的生命内底，甲咱修正，甲咱甲咱安尼毋对的所在，甲刮掉。那亲像迄个无好的细胞，一个刮，用上帝的话，甲咱的这个啥，咱内底的心思意念，甲这个主意，拢受到上帝的监察。咱若要亲像这个萝卜，咱都爱互上帝话。先甲咱太的啦，吼！要刮别人胡子之前，先刮自己的胡子，吼！这是第一个。所以呢，咱若无爱互上帝的话伫咱生命内底来做工来修正，安尼咱就不配做上帝的工，咱就无法度亲像这个啥，这个上帝的罗幕，喙亲像内刀共款啦。咱无法度讲出上帝迄个话语的啥。溃力啦，哦，所以爱特别会记哩。上帝话第一个要杀啥物人？杀咱家己啦，哦，莫特别听牧师讲道的时阵，哦，足无彩，今日牧师咧讲道咧讲理，你拢无来。讲道毋是咧替别人听，是咧替家己听啦。上帝话大声是安那修正咱家己的生命，吼，爱会记哩，吼。再来第二个装备就是磨光的剑。上帝要甲咱磨，咱可能咱的生命是看起来是生生无迄个光彩，爱安那爱放伫磨石刀面顶，安尼磨出迄个啥，才磨会光啦，才磨会来啦吼。你磨的过程好不好受？可能不好受。所以呢，我讲这是一款呢，上帝用逆境来磨练咱成做即个啥磨光的剑。第一个伫第四节。第四节，吼，伊安怎讲？伊讲我就讲，我着磨是空空，我尽力是无利益，也无采工。上帝定定会安尼。咱看到耶稣基督，伊伫即个即个地上的即个服侍啦，吼，伊3年的时间来造就遮的门徒，总陪伫伊的身躯边啊，讲真侪天国的道理。结果咧，伊要顶十字架的时阵，有一个甲出卖，所有的人彼得甲好人，顶十字架的时阵，伊的门徒全部落后，走到无半啦，无采工啦，无利益啦。咱若看到伊伫这3年行足侪新业的，讲上帝国的福音，互真侪人来跟随伊。毋过咧，最后遮的人。喊上大声，将伊钉伫十字架顶。咱看到的是啥？咱看到是伊的吊磨是空空啦。所以咧做上帝，你接受装备，伊咧甲你磨光的迄个过程当中，你会受到一个真大的挫折，真大的无奈。这是要正做上帝的路幕，一个爱行的路。上帝会用这个挫折，互你。灰心，互你挫折，一直磨出你生命的信心啦。这个信心就是啥？伊看到我的判断伫耶和华遐，我的报赏在伫我的上帝啦。戴德生伊来到这个中国来传福音，1866年的时阵，较。即个马街共款，伊去到倒位就迄个啥罗马来欺负，伊都无所在通困，找着一间厝要困的，租着一间厝要困的时阵，遮的罗马呢，就入去伊的厝里，甲伊所有的家具拢甲毁坏掉。马街嘛共款马街自传内底讲啥？伊咧传福音2个所在上歹传，倒一个你知无？艋舺转罗马，三峡。
三角装土匪，吼、这伊的自传咧写，吼，共款中国嘛是安尼哦。所以搁较伊的自传内底搁较写的讲啥？伊伫即个中国，伊4个囝儿拢伫中国安那死亡，伊的某嘛伫即个中国破病来死。1900年发生义和团事变的时阵，伊的中国内地会有21个宣教师58名的宣教师，甲21个宣教师的囝儿安那被杀啊！伊讲伊无法度，伊的心无法度安那思想，伊也无法度食饭，伊也无法度困，甚至伊无法度安那来搁甲上帝来祈祷啦。所以上帝定定会互咱安那，你的尽力是无采工、无利益的啦。咱若看到，这都是上帝咧磨吼，咧磨的时阵啦吼。毋过即个戴德生讲啥？讲伊咧祈祷的时阵，上帝赐予伊信心，看到即个伊的判断伫上帝遐，伊的赏赐、伊的报赏嘛伫上帝遐。所以，当即个咱知义和团事变了后，引起八国联军然后清朝割地赔款有无？包括爱赔中国内地或一寡爱赔迄啥遐的宣教师甲伊所即个性命甲财产的一个损失。戴德生讲，伊伫祈祷当中，伊看到信心，这毋是伊要爱，伊要爱是啥？伊的判断伫上帝遐。世间人对我无公平的对待，但是上帝对我上公平，所以我拢不爱食迄物件。然后，伊看到上帝极大的报赏。当伊过身的时阵，也有超过800名的宣教师伫中国大陆咧宣教。伊所建立的教会100个学校125间啦。伊若今日搁活咧，伊会感觉伊的报赏是真大。啥呐？因兜世世代代都侍奉耶和华。咱若看到这张相片，伊是华神的这个院长戴季忠，戴季忠牧师。戴季忠牧师是戴德生的第5代孙啦，第5代啦。一直到即阵拢咧服侍华人的即个啥的百姓。伊娶一个原住民的即个太太，伫华神做院长。伊讲足好的华语。台语毋知会讲，我无袂记哩吼。伫遐来继续服侍华人，这是伊的报酬啦。所以即个上帝咧磨的时阵，咱毋通看眼前吼，咱的即个那就无采工，咱就失去功效，拢无效啦。上帝互咱的报酬是伫安那，咱咧有信心看到迄个伫上帝内底吼。再来，第2个。用逆境来磨咱是磨啥？上帝要甲咱稳重啊！吼，伫第21安那讲吼，讲伊互我的喙亲像来刀，将我放伫伊的手的硬下面，搁互我诚做磨光的剑，将我放伫伊的指地，放2个放，吼。所以上帝安那伫即个要未即个萝卜要未装备好，也是讲已经装备好的时阵，伊会先甲放稳重一个时间啦，吼。即个加西咧约翰上帝甲稳重30年，约瑟伫迄个波提乏的厝做奴隶，一直甲伊做即个埃及的宰相，放13年啊。耶稣基督安那出来是30岁了后，才出来开始服侍，甲放几年。放30年，互伊做目青囝。所以，当咱上帝甲咱放伫即个井地内底，甲咱稳重的时阵，有当时上帝是甲咱保护起来。伊不爱互咱安那稳重，咱无互别人会讲注目伫咱的身上。有当时对咱是一个保护啦。咱会安那随时方便上帝的吩咐。伫上适当的时间来互主人使用啦。上帝咧甲咱放稳重迄个时间，我甲你讲真艰苦，无人注目你，无人注意你，
你会失去你迄个啥，你迄个价值。我定定看到摩西吼出埃及记，我足爱即款册。出埃及记，摩西伫旷野40年啊，无人甲伊讲话，甲迄个羊妹妹甲伊讲话尔。伊看到的啥？讲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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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屎羊啊屎羊啊屎。伊一生伊的价值伫倒位啊？刚讲到要死伫即个旷野，上帝安尼甲藏40冬啦。毋过，兄弟姊妹，上帝甲咱稳重的时阵，就是要磨光咱的剑，咱爱沉得住气吼。所谓沉得住气，就是爱咱即个时阵，咱爱安那备办家己啦，备办家己。沉得住气，就是我看摩西的一生，沉得住气，就是安那，我清楚明白上帝用伫足短的时间内底来成就我伫长时间无法度完成的代志。我咧讲啥？摩西40岁的时阵，伊对即个以色列百姓真有负担。伊看到伊的百姓互人欺负的时阵，安那冲锋就甲人拍死埃及的即个监工。伊想要来拯救以色列人啊！但是上帝若无互伊伫即个旷野40冬的时间，那就甲关禁闭啊，关伫即个旷野。你想伊阁继续伫埃及，伊会参像国父安尼无14嘛革命安尼吼，一直来煽动遮的即个以色列百姓安那来反抗即个埃及帝国的人，造成的伤害可能40年犹原无法度安那出埃及。毋过当伊互上帝藏伫即个即个旷野40年的时阵。你知影伊转去到埃及迄个所在，偌久的时间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吗？1年拢无够，1年内底。伊一生想要做的代志，啊那长时间想要完成的代志，毋过上帝甲伊藏咧，讲无时间在伫我，你爱诚做磨光的剑，我要甲你磨。所以当上帝磨好的时阵，上适当的时阵，伊出来的时阵，啊那。伊用1年的时间就带即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啦，所以要沉得住气吼，所以毋通甲上帝计较，啊上帝你甲我藏遐久啊，10年，上帝你甲我藏10年，互我失去我的人生，毋通计较。上帝藏耶稣藏30年，藏摩西藏40年的时间。再来咱看到使命吼，即个装备了后，咱上帝互咱的使命是啥？伫遮咱看到弥赛亚上帝吼，伊有2个我叫做双重的使命啦吼。第一个使命呢，就是伫第5节，耶和华对太利造就我，成做伊的奴仆，要互雅各归往伊，互以色列住伫伊遐啦吼。所以呢，这是第一个。伫第6节，伊阁讲一遍，伊讲互即个啥，你做我的奴仆。进行雅各的支派，互以色列中得到保全的倒转来。第一个从以色列本族，所以咧，伫遐咱看到伊即个以色列，咱若伫当时去互掠去巴比伦，伊用转去伊原来的耶路撒冷，搁再起造即个圣殿来讲，搁对即个1948年即个以色列来复国的这项代志来看。已经完成了，已经成就啊！毋过呢，即个弥赛亚上帝的奴仆，伊受到的装备，毋是要为着遮啦。伊讲你若互以色列得到保全，这个是小可代志。我要设立你来做啥列邦的光啦。做我拯救到伫地极啦。这是伊的任务啦。要成做列邦的光，咱每一个毋是讲咱是基督徒嘛，咱是跟随耶稣的人嘛。咱上帝要耶稣基督，伊讲啥？爱发出光，即个发光也是安那，咱的使命啦，咱的使命啦。所以即个耶稣基督伫地上的时阵，伊讲我是世界光，对我的人都无行伫暗，反倒要有活命的光啦。基督徒咱毋是讲对耶稣基督嘛？耶稣基督讲伊是世间的光，咱嘛爱发光吼。这个是双重的使命吼。所以呢，咱嘛共款，对咱的本族一直安那确定甲
外邦列国，吼，这是伊的双重的使命，吼。在双重使命的时阵呢，即个耶和华咱有人咧讲，上帝啊，我无够力啦，我无气力啦。伫即个经文内底第50真宝贵，伊讲啥？伊讲耶和华看我最尊贵，我的上帝也要成做我的气力。即句话真宝贵。耶和华看我最啥？最宝贵。上帝怎样看咱，比人看咱搁较重要。有当时人看咱看袂起咱家己拢看家己普普，无迄个才调。上帝甲你讲，我看你最尊贵。所以呢，上帝的肯定，特别伫约翰福音12章的26，伊讲啥？服侍我的爸要对重伊，我要尊重你啦，我要看重你，我看你最尊贵的啦。兄弟姊妹，咱的一生内底吼，我甲你讲，上帝甲咱按一个赞吼，比较侪人全部的人甲你按赞搁较重要。上帝甲你讲一声，你搁尽忠良善的即个路步。比所有世界互咱的掌声搁较好。咱是毋是伫上帝面前来得到即个定位咧？还是咱伫世间足可怜的？你互我一点掌声，甲遮个人救，遮个人救哦！这要诚做咱的气力。第二个气力，上帝是我的气力。咱知即个使徒行传，当因要出去传福音的时阵，上帝甲讲，恁爱有信心，恁甲恁的时阵，恁会得到气力。所以，咱要去完成这个使命的时阵，上帝看咱过对重，上帝要诚做咱的气力，这是足重要。最后，我要用这节经文来做结束吼。伊讲哦，起来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到。咱的光已经到，是咧讲啥？耶稣基督已经行伫咱的头前，伊已经诚做世界的光啦。基督徒，你看这个社会真黑暗，你感觉这个社会真混乱啊！这个黑暗来啥？来打砍这个列国，这个黑暗来打我这个全地啊！上帝的光已经照着咱的心上啊啦，所以咱是毋是安那？上帝气力伫咱的心上，所以伊看咱最尊贵的，所以咱每一个基督徒是毋是应该爱安那起来发光？咱毋通家己厝咧怨叹，这社会是看到迄个新闻，看袂落，看甲得忧郁症，毋通安尼。基督徒，你的使命起来发光。当咱来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咱看到弥赛亚的一生受警调，伊足清楚上帝警调，咱爱找到上帝对咱的警调。到底伊互我伫地上要做啥物代志？咱不会白白过一生。然后，咱来装备自己，吼！上帝常常会甲咱装备，迄个装备的过程是艰苦的，是咧甲咱磨啦。伊用热景甲咱磨，用火星来甲咱磨，用无彩工来甲咱磨，咱做白工啦，吼！有当时咧，甲咱囥伫一个所在，互咱囥甲咱亲像别人拢袂记世界有我即个人共款，咱无迄个价值啦。这是第二个。毋过呢，上帝甲咱藏伫圣地的内底，当伊若要安那，互咱显现的时阵，咱就亲像磨光的剑共款，要带着一个啥上帝的使命。上帝要甲咱三脚伫地，伊要看咱做尊贵的。基督徒，你的一生毋是白白过这一生，你的一生亲像这个弥赛亚共款，你要成做日邦的光啊！你的一生是有光彩。咱三脚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当阮来到你的面前的时阵，你搁一遍，互阮看去，自你的心意，就是要互阮成做日邦的光，互阮来跟对你的脚迹，互阮的即个警调，互阮在受装备的过程当中，互阮的一生是活咧光彩，互阮知影基督徒的身份伫即个地上是非常尊贵的，因为阮上时也是天顶的光。我要活出天国的款式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来唱圣诗550首，我做基督兵丁，请会众起立来吟。
奉献，请陈宝师执事甲陈义如执事。起立，奉献的诗。我的天堂救主传，天地也归至世间，当我的人家己。这样子，下面我来报告。首先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希望大家礼拜后会当留落来交谊，互相来请安。小会公告，后礼拜就是9月17，上午到10点半要做联合的礼拜，要召开咱秋季的合会，要来补选吼，改选甲补选。即摆部分任期届满的，才会长老甲执事。啊，今仔日阮要公告即个会员的名单，吼，甲即个中级候选人的名单。啊，大家若有啥物闹交的时阵，请即个小会书记、中央长老来反映吼。啊，咱即个中级候选人的名单吼，刊伫咱的周报吼，长老5位吼，就是赵碧光。叶静雅、陈秀玲、刘调宏、甲赖锡云，吼5位。啊，执事11名，吼是林碧华、林尚武、胡匡瑞，吼叶静雅、陈秀玲、陈旭哲、陈进武、陈晓文、杨嘉欣、叶丰一、甲刘调宏，吼，拢总是执事是11名，应选7名，吼。啊，所以因为后礼拜有好会的关系，所以第1场的礼拜要暂停一摆吼。中昼有准备简单的中餐，请各位兄弟为着咱教会中级的改选，来祈祷。啊，伫好会结束了后，要煞开即个小会，请长老爱留落来开会吼。今仔日第2场礼拜后，吼要召开夫妇团契9月份的例会。邀请到即个丽乡基金会新北分会即个洪雅丽主任来专题演讲，伊要分享的题目是做伙建造希望的花园吼，欢迎大家来参与。啊，迄个本会即个宣告基金的奉献主持是有定伫后礼拜吼，9月17。大家欢迎大家来为着咱教会即个宣告的时间来祈祷甲奉献。伫9月24，教会要举行野外礼拜。伫9月24天早起8点伫教会出发吼，差不多5点的下晡5点左右要转来到台北，要前往即个中立吼。迄天是要去中立阿东的舞团来欣赏福音的画剧吼。金花吼，金花，啊下晡要去北德来参访来佚佗啦，就去一个皮塘生态公园吼。
迄天若是无法度参与野外礼拜，咱教会10:30游园有一场礼拜吼。第4季的即个时间的预定表吼，将要请各团契会长吼，将即个相关的即个预定表的预定资料交互即个办公室，吼，要来编写。无事，毋知有啥物补充。台先代表教会来欢迎今仔日伫咱中间吼，台先来介绍进攻长老的哥哥吼，一位3号生倒转来，我毋捌看过，第一遍看到陈进武兄，陈进武兄，转来一礼拜尔。咱头前遮有一对青年吼，陈博彦甲莹莹，博璇吼。甲莹莹吼欢迎因为台南来参加。毋知有我需要介绍的人无伫我手中的无？楼顶有无？有几项代志请特别注意吼。咱若习惯参加第一场礼拜吼的人，咱连续有2礼拜无第一场礼拜吼，连续2礼拜，后礼拜咱要开好会，9月24。咱要去野外礼拜，所以有两礼拜第一场会暂停吼，请咱注意。第二项就是请咱今仔日小可去公布栏看你的会员名单，因为咱在职会员后礼拜你才有投票权。我拜托咱大家今仔日甲这个周报摕倒转去，咱长老候选人5个，总是咱要选2个，毋茫伫祈祷内底，上帝先感动，你先伫厝里做一个功课，接数较侪这11名是咱顶礼拜预选最高票的11位，当做咱这个候选人统计出来，这11位请咱伫迄中间选7位，你伫厝里家己先交看卖吼，拜托咱大家为着这项代志来祈祷。最后一项就是咱野外礼拜虽然顶礼拜截止，总是咱即时统计就是。人数超过2台游览车，3台阁伤多，所以今仔日咱最后抑阁，你若有兴趣，请你今仔日甲干事阁报名交钱吼，咱大概会有3台游览车，后礼拜咱会阁较详细请野外礼拜筹备委员，咱下礼拜稍小开一个会，咱几点集合报道，摕名牌、摕手册，咱8点准时要为遮出发。所以野外礼拜咱3、4年毋捌野外礼拜，所以你若有兴趣，请伫今仔日来报名吼，300块。你若要家己开车，咱已经有11个人家己要开车去。你若要家己开车，用我报名者，因为咱中昼爱去订道吼，你订道所以即个拜托咱伫野外礼拜9月24的代志，大家小配合者吼。以上报告，多谢。来吟圣诗402首。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认证，大家伫地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真济，袂倒散会。